Hello，大家好。嗱，喺上一條整改片出咗嚟之後呢，有網友就講多咗個怪人咁樣。點解會多呢個怪人呢？就係因為我生得唔夠靚仔，所以呢就要用個公仔面嚟掩蓋一下我呢個唔係咁靚仔嘅樣嚇。咁啊，請大家見諒。咁相信大家都知道係咩回事噶啦。因為平台咧需要我哋整改，所以咧我哋只能夠咧就係重新做一啲符合平台嘅需求嘅一啲片出嚟。咁請大家就多多見諒吓。好啦，咁我哋而家就言歸正傳。嗱，地球上邊咧係存在住好多可怕嘅地方嘅，咁其中有佈滿咗毒氣嘅死亡谷，有動物飛過都走唔得嘅冥河，咁仲有一旦進入就會迷失方向嘅森林。嗱，今期嘅節目我哋就嚟探索一下地球上最危險嘅10個人類禁區。歡迎嚟到越講越迷，製作唔容易，請你為我點翻個 like。第10名，美國死亡谷。美國呢個死亡谷大約於300萬年前就形成咗咧。位於美國加州炎熱嘅沙漠谷底，呢度係常年乾旱，係世界上環境最極端嘅地方之一。熱就係呢度嘅唯一直觀感覺。由於佢嘅封閉地形，所以空氣嘅流動條件係相當差，導致到太平洋嘅水氣係冇辦法到達谷底。所以呢度一年四季咧都落唔到幾次雨嘅。而佢嘅歷史最高溫度則係達到56.7攝氏度。地面嘅溫度甚至高達81度啊！喺呢度煎翻隻蛋呢，簡直就可以講係輕而易舉嘅事。咁如果你走入到呢度，嗰種感覺就好似入到烤箱一樣咧。喺呢度你將會感受唔到任何嘅汗液，因為蒸發得好快啊嘛。而死亡谷嘅全長呢係有225公里，峽谷嘅兩邊全部都係懸崖峭壁。由於呢個地方乾旱同埋熊熊烈火一樣嘅氣候，令到有唔少試圖去穿越死亡谷嘅淘金客好不幸咁冇埋條命嘅。所以死亡谷亦都因此而得名。第9名，達洛爾火山。佢就位於埃塞羅比亞嘅境內，海拔高度為-45米，係地球上邊海拔最低嘅陸地火山。佢地表上面嘅鹽同埋礦物質為呢個地區真係塗上咗好鮮艷嘅顏色啊！成個地方睇起嚟就好似係另一個星球一樣。但係喺呢種咁靚嘅外表底下，卻係隱藏住致命嘅危險啊！呢一片好似畫一樣咁嘅區域，就係世界上最熱而且係最乾燥嘅地方之一。即使係喺寒冷嘅冬天，呢度嘅氣溫亦都會飆升到45攝氏度以上。呢個火山表面嘅噴氣孔入邊係充滿咗有毒嘅氯氣同埋硫磺氣體。遠遠咁望過去，就有一種身處於珊瑚林嘅感覺。而且呢度嘅水含酸量係高達90%嘅，腐蝕性真係相當強。咁樣一個咁靚又致命嘅地方，亦都被稱為地球嘅傷疤，人間嘅地獄。第8名，俄羅斯死亡谷。呢度呢就係人類同埋野獸嘅禁區啦。人一旦行入到呢個山谷，好少就可以活住出嚟啦。山谷位於堪察加半島克羅洛基山區，全谷長2000米，但係闊就只有100到300米啦。山谷地勢係相當崎嶇，怪石嶙峋，而且仲要三面環山添，只有一面係同外界相通嘅啫。而山谷入邊真係白骨橫陳，滿目瘡痍啊！原因就係谷底嘅高濃度含硫岩層就裸露喺外界，佢會釋放出一種有毒嘅氣體硫化氫。所以死亡谷係常年都會被硫化氫呢種氣體所覆蓋嘅。如果有生物闖入到呢片禁區，咁呢一種有毒嘅氣體呢，就會喺幾分鐘之內結束一條生命嘅啦。嗱，根據資料嘅記載，死亡谷附近嘅一條村呢，有一個人曾經係離山谷唔遠嘅地方去上山採果，而為咗追一隻好靚嘅雀，佢就走到山谷入邊，從此就再冇出翻嚟啦。而據統計，已經有30幾人先後喺呢一座會食人嘅山谷入邊喪命嘅咧，直頭就係當之無愧嘅生命禁區啊！第7名，北
北哨兵島。呢度呢就係地球上最偏僻而且係最危險嘅地方之一，位於印度洋孟加拉灣安達群島嘅遠處。呢個小島上邊係住一個極為之神秘嘅部落——森蒂內爾人部落啊。因為島上面嘅原住民係拒絕一切嚟自於現代嘅文明，已經與世隔絕咗幾千年嘅啦。嗱，呢啲咁危險嘅原住民唔單止避免同外界有任何嘅接觸，仲好瘋狂咁抵制任何嘅干擾。2004年，印度嘅海嘯，呢個小島亦都遭遇到重創咧。而當地政府就係派出咗直升機，試圖去救援佢哋。島上嘅居民呢，居然向住架直升機就投擲矛同埋石頭。佢哋喺捍衛自己嘅領土嘅時候係非常嚴厲，警惕咁保護住自己呢一種與世隔絕嘅生活啊！任何人喺島上登陸都會遭遇到土著人嘅萬箭齊發，所以外面嘅人對呢個島內部嘅情況幾乎一無所知嘅。呢度亦都係世界上最遠離文明嘅地方咧。第六名，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嗱，你有冇諗過啊？如果有一啲災難或者係戰爭導致到地球上邊嘅自然資源全部耗盡，咁將會發生咩事呢？到時候嘅人類可能就會被活活咁餓死啦。而喺呢度呢，就有住地球上邊所有植物嘅種子，可以用嚟恢復植物嘅王國，並且為我哋提供咗食物。呢個種子庫係位於北極圈，距離極點1000幾公里嘅一個偏遠嘅島嶼上邊，並且深藏喺山體入邊嘅。佢係世界上最珍貴嘅作物存儲地。喺2007年3月份就開始建造啦。自2008年以嚟，世界上幾乎所有嘅國家都向住種子庫委託保存咗種子嘅樣本，總數甚至已經超過咗8萬份啦。其中梗係水稻啊，就已經佔咗15萬份。呢啲嘅種子被密封儲存喺種子庫嘅架上邊，因為呢度獨特嘅地理環境，種子嘅樣本喺冇電力嘅情況底下，亦都能夠長期保持住活力。嗱，為咗確保免受人為或者係自然嘅災害，呢度呢亦被劃為咗禁區。第五名，納特龍湖。如果地球上面真係有冥河存在嘅話，一定就係位於坦桑尼亞嘅納特龍湖咧。嗱，呢個湖呢，真係有一種能夠令到生物石化嘅魔力。好多天上飛嘅動物喺經過呢一片湖水嘅時候，都會好似着咗魔一樣被吸引住嘅。而喺佢哋觸碰到湖水之後，就會好似被定住咗一樣，冇辦法喐，咁跟住就喪命於此嘅啦。因此，納特龍湖亦都被稱為冥湖。呢一片籠罩咗神秘氣息嘅湖泊，沿岸係企住一尊尊非常逼真嘅動物雕刻作品，而佢哋全部都係被鹼性極高嘅湖水鈣化之後所凝固而成嘅天然動物石像。納特龍湖最深嘅地方有10米，係世界上鹼性最高嘅湖。喺唔同嘅水位，湖水就會呈現血紅色、褐色、藍色等等唔同嘅顏色，溫度更加係高達50攝氏度。不過最神奇嘅呢，就係呢一片好似冥河一樣嘅湖泊，卻係生存住大量好靚嘅火烈鳥。佢哋似乎並唔受湖水嘅影響嘅，可以喺湖面上邊自由咁穿行。因此呢度亦都成為咗火烈鳥嘅居住勝地啦。第4名，百慕大三角。嗱，百慕大三角又叫做魔鬼三角海域，佢係發生過好多冇辦法解釋嘅神秘事件，並且呢冇辦法通過現代嘅技術嚟探測嘅。強大嘅磁場同埋惡劣嘅環境，更加係令到佢呢成為咗人類禁區嘅代名詞。據講係有50幾隻船同埋20幾架飛機喺呢度嘅神秘失蹤過嘅咧。呢個地區呢係略呈三角形，位於美國嘅南岸百慕大島同埋大安地列斯群島之間，面積約116萬平方公里。但係事實上，百慕大三角就並非傳聞入邊咁危險，又或者係咩異常嘅海域。與其相關嘅謎團，都係對失蹤事件嘅長期誤解、誤傳或者係誇大。但係呢一種咁神秘嘅氛圍，已經成為咗大眾嘅文化一部分啦。經常都會被各種嘅影視作品改編引用嘅。當然又真係有船或者係飛機喺呢度失蹤過。但係呢，就唔至於傳聞入邊講嘅咁鬼神奇咧。第3名，
四川雅屋山迷雲氹。嗱，據講嗰度呢係有住一條迷雲道嘅，一般人行入去呢就冇問題，咁但係想要出翻嚟，真係比登天啊仲要難啊！有好多個探險家都喺呢度迷失咗方向，咁甚至就冇埋條命。咁正係因為入去嘅人喺裏面就會揾唔到出翻嚟嘅路，咁久而久之就會因為迷惘而失去信心，絕望到猶如失去咗靈魂一樣嘅喪氣，因此就被當地人稱之為迷雲氹咧。嗱，雅屋山就位於四川嘅眉山市，呢度就係中國最大嘅一片原始森林咧，總面積有88萬畝啊，擁有豐富嘅動植物資源。由於雅屋山所處嘅位置同百慕大三角仲有埃及嘅金字塔都係同一個緯度上邊，咁所以前者就被稱為陸地上嘅百慕大三角咧，而北緯嘅30度則係被稱為死亡緯度線。呢一個巧合呢，亦都為雅屋山增添咗一層神秘嘅色彩啊！嗱，據講進入迷雲道之後，咁所有嘅儀器都會失靈嘅，又因為呢度嘅地形相當複雜，咁各種嘅植物生得都差唔多，好易令到人產生焦慮嘅感覺，咁所以進入呢度嘅人係非常容易迷失方向嘅。再加上喺原始森林裏邊動植物嘅腐爛，喺沼澤地入邊產生甲烷等等嘅有毒氣體。一旦吸入過多嘅瘴氣呢，就會中毒嘅啦，出現頭暈眼花，甚至有幻覺。而到咗晚黑，溫度更加係驟降啊！如果冇準備應急嘅裝備，咁後果就真係可想而知啦。咁所以為咗防止有人誤入迷雲氹，呢度呢亦都被劃為咗危險禁區。咁但係仲有唔少嘅探險家係慕名而嚟嘅，但係能唔能夠出翻去就真係唔清楚啦。第二名。昆崙山地獄之門，呢個位置呢又被稱為拿林格勒山谷，係世界上著名嘅5大死亡谷之一，位於昆崙山脈附近嘅一個山區入邊，東起青海布倫台，西至沙山，全長有105千米，闊大概係33千米。據講喺嗰度，所有嘅指南針都會失靈嘅，人行咗入去就好難出翻嚟嘅啦。呢度雖然係水草茂密，但係野生動物嘅屍體卻係遍布到周圍都係嘅噃。據講附近嗰啲牧民寧願啲牛同羊挨餓啊，亦都唔願意俾佢哋踏入谷裏去食草嘅。因為每一次暴雨過後，山谷裏邊嘅野生動物呢就會大量咁死亡。要知道呢一種現象呢就並非偶然嘅噃。1938年，曾經有一個牧民就為咗揾自己唔見咗個馬群，所以呢就入咗呢一片嘅山谷。但係幾日之後，馬群就出翻嚟啦，但係人卻係再冇行翻出嚟。咁後嚟亦都發現佢嘅遺體喺一座小山之上，而佢身上面嘅衫就已經係破爛不堪啦，表情亦都顯得非常猙獰。但係身上卻係冇到任何嘅傷痕嘅噃。呢個無疑就為昆崙山自古以嚟嘅神秘增添咗一啲令人恐懼嘅色彩啦。而喺同年嘅7月，一支地質嘅考察隊亦都嚟到咗呢度，但係冇諗到喺佢哋啱啱嚟到呢度安營紮寨冇幾耐，咁就遇到咗雷電襲擊咧。其中一個嘅炊事員係直接失去咗意識，但係好彩嘅就係佢哋冇死到。而後嚟經過科學嘅研究啊，亦都終於知道咗呢一系列嘅事件嘅原因啦。始作俑者就係山谷入邊嘅岩石。拿林格勒峽谷嘅地層入邊係存在住大量強磁性嘅玄武岩、磁鐵礦物等等。呢啲岩石同埋磁鐵礦物都會產生強大嘅磁場，而且峽谷嘅周圍全部都係山脈，氣流呢就難以流動嘅，亦都增強咗雲團放電嘅數量同埋強度咧，令到呢度係經常發生雷暴現象嘅。人同動物經過呢度呢，就會成為引雷針。咁就算冇俾雷電劈中啊，亦都會因為跨步電壓而觸電。咁所以呢度亦都屬於人類嘅禁區。冇事啊，最好唔好嚟呢度亂咁刮啦。特別係烏雲密布嘅時候。第一名，撒哈拉沙漠。作為世界上最大嘅沙漠，遠比我哋想象中嘅就更加危險。喺影視劇入邊，喺沙漠入邊迷失咗方向之後，最終都可以得救嘅。但係現實中就唔係咁嘅噃。撒哈拉沙漠嘅面積約932萬平方米，就算你一日行100公里啊，行你1個月都行唔到盡頭。
咁撒哈拉沙漠呢就位於非洲嘅北部，呢度嘅條件真係惡劣到常人難以想象呢。白天最高嘅氣溫將近58攝氏度，而地表嘅溫度甚至係高達70到80攝氏度啊！咁但係到咗晚黑，佢嘅氣溫將會降到接近0攝氏度。咁一般人呢係根本唔會輕易咁踏足呢度嘅，喺地球上最唔適合生物生存嘅地方之一。咁如果你冇食物冇水嘅情況底下，你迷失方向並且冧低咗嘅話，係根本唔會有人嚟救你嘅。咁除此之外，呢度隨時呢仲會有沙塵暴嘅降臨。咁一旦沙塵暴洶湧而嚟，天地之間就好似變成咗一片嘅黃沙啦，能見度可能都唔夠1米啊！喺呢種嘅情況底下，如果徹底咁失去咗方向，想要行翻出去，可能比登天啊仲要難啊！嗱，其實地球上面嘅禁區都仲有好多嘅，就譬如毒蛇嘅天堂巴西蛇島，咁仲有步步都係危機嘅亞馬遜森林，會將人吸入去嘅印尼爪古洞等等。咁如果你對呢啲危險禁區有興趣，歡迎你喺評論區，我哋可以傾下偈嘅。咁好啦，今期嘅節目我就介紹到呢度，記得點讚加訂閱，我哋下期再見，拜拜。